我哋常常誤解咗，以為陪伴係一劑通用嘅靈藥，卻冇意識到對於正在慢慢沉入深淵嘅人嚟講，陪伴若冇理解，若冇方法，若冇尊重，只會加重窒息。抑鬱症患者嘅孤獨，唔只係身體上嘅隔離，更係認知同情感上嘅失聯。佢哋嘅痛苦唔係一個多講幾句安慰嘅説話就可以疏解嘅情緒，而係一種無法理清嘅內心撕裂。簡單嘅陪伴喺呢度變得蒼白無力，因為佢哋需要嘅唔係一個坐喺身邊唔走嘅人，而係一個可以走入佢哋心理暗室，陪佢哋一齊凝視嗰個無名黑影嘅人。患者更容易喺理解感，而唔係喺陪伴感中重建信任同連結。